帮我抓2个在逃员工回来。在逃员工？这是他们的画像。画成这样找得到才怪呢！结果就给了我这么个破盒子，让我上哪儿找去啊？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嘛，也不像什么稀奇玩意儿。不会是师傅想给我带的干粮吧？你是谁啊？把酒还给我们。酒？这是你吗？鬼才长这样！快放开我哥！果果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到底是谁？我们是金角银角二兄弟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偷我们的钱？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敢打来？才不会上你的当！别管我了，快跑吧！我们着实打不过这疯狗。你问谁要管我？我可是大名鼎鼎的貔貅，貔貅！貔貅啊！居然自报家门，这是条傻狗！我不是狗，我是貔貅，貔貅！有兽小剧场。以下宝物哪个可以用来投喂皮皮呢？看来是回答错误的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紫金红葫芦是太上老君的宝贝，将其底儿朝天，口朝地，叫对方名字。它若应了，就已装在里面，再贴上太上老君的帖儿，对方很快就被化成水了。